講到風台3.2呢，這海上警報已經解除，不過這風台早起登陸中國這天，目前台灣的油管有這氣壓帶和西南風的影響，未來一禮拜天氣油管是無穩定的。那氣象專家是提醒講，南部的雨可能會落到9月初六，民眾就要注意大水雨。另外呢，這西太平洋可能又有風台的出現。中南部大雨是落袂停，暗頭了雨勢漸漸變細，因為輕度風台3.228早起登陸中國浙江玉泉，這嘛是最近一個月，佇個巴威和北海地風台了後，玉泉第3擺有風台登陸。根據氣象署的統計，因為風台外圍環流的影響，對27到28下晡2點為止，台灣各縣市2天累積的雨量冠軍都是屏東的大漢山，累積雨量是到330毫米，嘉義和高雄的山區累積的雨量嘛攏突破100到200毫米。雖然3.2風台已經走啊，不過續落來趕快受到低壓帶影響，天氣嘛是不穩定。在中部跟南部呢，斷斷續續都會有些短暫陣雨，尤其南部會有局部性大雨發生哦。那明天在中部以北更要留意，可能中午過後會有比較明顯的午後對流雲系發展出來。氣象專家進一步分析，目前西北太平洋季風槽是一直在活動，而且形成風台兒，除了熱帶性低氣壓 TD25已經發展做輕度風台班浪，暗示未來還有科隆和道關風台接在形成。在低壓帶和西南風做伙影響之下，南部的雨恐計一度是落到9月初六，提醒民眾嚴防大水雨造成的災害。像台南、高雄、屏東的觀眾朋友，可能真的還是要忍耐，大概1個禮拜到10天左右連續的降雨，而且當中可能也會有幾天會有相對比較大的降雨。氣象署指出講，班浪風台對台灣的天氣暫時無影響。後禮拜1、31，東北外海會有低壓系統的影響，到時北部、東北部有可能有局部的大雨，其他的地區是以過道了後的對流類降雨為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